伫台南有一个国小的体育代课老师呢，是因为认为这学生囡仔伤有吵，所以叫一个8岁查甫囡仔去走运动场100年。结果这学生囡仔去走8年了后，双脚的筋肉煞安尼伤到，社会局是依法甲这个老师罚6万块，兼叫伊辞去。也毋过这个老师煞食不满，所以来提告，毋过落尾也是互法院甲伊驳回。 台南一个8岁查甫囡仔，因为上课嘻嘻哈哈，互姓陈的体育代课老师罚走运动场100年，一年是200公尺。事后囡仔敢若走8年，也是感觉无爽快，去看医生。诊断是运动伤过操，后两支脚筋肉扭伤。落尾校方接到通报，随启动校安通报，台南市社会局以离校罚这个老师6万块。不过伊唔甘愿提告，正讲敢若是公孙笑，互法院驳回。那他本来跑了2圈完之后，跑去问老师问说，应该还要再跑几圈？那老师可能给他比个5圈，那他可能继续跑完了之后，然后又来问老师说，那老师还要再跑吗？那可能老师是表示说开玩笑，然后请他再跑100圈这样。那所以孩子就继续再跑。短时间过度太激烈的运动，有可能会导致肌肉的横纹肌受到破坏，因为破坏之后，它里面的一些 肌蛋白会流失出来。这发生在113年，这个体育代课老师，不是第一届伫这间学校教课。社会局认为，囡仔身心发展比人较慢。依照国小调查报告，甲老师家己的起诉状，老师确实讲有叫伊爱走100年。这个囡仔嘛真听老师的话，真倒强咧走。老师有讲是莫插伊，已经明显违反教师应该要注意的义务。 教育局认为这是无适当的管教，就随甲这个老师洗头路啊。经与会委员认定事证明确，原依据《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》第97条，裁处该名教师刑台币6万元罚锾。教育局重申性平、霸凌、体罚等案件零容忍的立场，也会持续推动友善校园及正向管教。 同时营造和谐的校园氛围。法院是勘查后来监视器甲相关调查资料了后，认为老师并无否认伊讲过100年的话，嘛无评估囡仔体能到底敢有法度负担，就算是讲算笑，嘛袂使讲无责任，所以也是爱罚钱。教育局强调，老师唔通用无好的话来管教，爱营造友善正向的师生互动环境。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。